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9月26號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喺聯合國大會發表咗一場非常震撼嘅演講。未開始之前，已經有多個國家代表選擇退場，以示抗議。雖然會場上有唔少座位空咗，但呢啲完全冇影響內塔尼亞胡嘅表現。仲有，以色列更加特登喺加沙用擴音器直播佢喺聯合國台上嘅講話，直接響徹加沙地區。內塔尼亞胡要求哈馬斯必須立即放低武器、投降同釋放人質，否則以色列會徹底消滅佢哋。佢仲誓言，以色列絕對唔會停手，直到每一個人都獲得真正嘅自由。演講過程中，內塔尼亞胡舉起唔同嘅提問牌，身上仲佩戴住一個徽章，掃落去個二維碼就可以直接連結到10月7號事件嘅相關影片。佢仲喺台上逐一宣讀48名人質嘅名字，誓言要將所有人質帶返屋企。最後佢呼籲與會者一齊掃描二維碼，親自去理解以色列點解必須繼續作戰。內塔尼亞胡亦都毫不客氣咁猛烈批評部分西方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。佢強調，以色列絕對唔會接受呢種被強加嘅結果。佢話，本週法國、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等國領導人竟然喺哈馬斯發動大屠殺之後，仲無條件承認巴勒斯坦國。內塔尼亞胡直言，呢個做法傳遞咗一個極之危險嘅信息：殺害猶太人係會有獎勵嘅。佢進一步指出，近90%嘅巴勒斯坦人喺10月7號大屠殺之後歡呼雀躍，屋頂跳舞，喺加沙同約旦河西岸到處派糖果。就好似當年911恐襲之後，佢哋一模一樣咁慶祝。內塔尼亞胡質問，西方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，到底傳遞咩信息？難道你哋真係想獎勵恐怖分子？佢更加嚴厲咁話，西方領導人同我講，相信兩國方案，猶太國同巴勒斯坦國可以和平共處。但巴勒斯坦人從來冇接受過，佢哋根本唔想要一個與以色列並存嘅國家。佢哋只想要一個巴勒斯坦國，而唔係以色列國。所以巴勒斯坦人反覆拒絕兩國方案，呢個先係導致中東衝突持續一個世紀嘅真正原因。內塔尼亞胡舉例，喺10月7號之後，如果俾巴勒斯坦喺耶路撒冷隔離1英里建立國家，就等於911之後，美國竟然容許基地組織喺紐約隔離1英里建立國家，呢個簡直瘋狂，絕對唔可能發生。以色列永遠唔會咁做。因此，內塔尼亞胡向西方領導人發出一個明確訊息：以色列絕對唔會允許你哋將巴勒斯坦國強加俾我哋。除此之外，內塔尼亞胡仲講到，好多國家社會已經感受到激進伊斯蘭勢力抬頭，其實以色列正係幫佢哋打呢場仗。佢爆料講，好多公開譴責以色列嘅西方領導人，私底下多次感謝以色列，感謝佢哋提供情報，幫佢哋阻止恐怖襲擊，挽救唔少國民性命。德國總理朔爾茨更加承認，以色列其實係幫全世界做緊骯髒工作。過去2年，以色列被逼同時喺7條戰線作戰，但唔少西方國家反而敵視以色列。內塔尼亞胡直斥，西方軟弱領導人屈服於邪惡，而唔係支持呢個勇敢同樣為佢哋擋子彈嘅國家。內塔尼亞胡最後重申，西方永遠唔可能透過犧牲以色列來自保，唯一嘅辦法就係同以色列企埋一齊，先至可以戰勝極端主義。佢強調，以色列嘅決心比以往更堅定，必定會贏得勝利，迎接繁榮與和平。講到底，內塔尼亞胡呢場演講不單止揭示咗中東和平點解難以實現，更加講出咗巴勒斯坦人背後真正嘅心態。如果巴勒斯坦繼續將消滅以色列當成生意，而某啲國際組織又繼續當中東係肥肉，咁中東永遠都唔會有真正嘅和平。內塔尼亞胡仲指出，如果以色列消滅哈馬斯，巴勒斯坦內部會開心，阿拉伯世界會更加開心。如果消滅真主黨，黎巴嫩政府都會鬆一口氣。如果打擊胡塞武裝，也門政府同沙特會更加放心。敘利亞政局一旦變天，背後嘅伊朗都要被除爆。表面上阿拉伯世界反對以色列，但私底下邊個會唔開心呢？
所以，中東和平嘅症結唔係以色列，而係巴勒斯坦是否願意放棄消滅以色列嘅執念。9月27號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都宣布，以色列提供嘅愛國者防空系統已經喺烏克蘭服役1個月，今年秋天仲會再收到2套。以色列同烏克蘭聯手，一齊對抗邪惡勢力。澤連斯基同內塔尼亞胡兩個人可以話係今個世紀最偉大嘅領袖，佢哋都係為自己嘅國家而戰，都值得最後嘅勝利。